理想之法，所以无一法。那么49年无一法，无一法。啊，这个无一法的人咧，当中就你离法怎么拄着这俗的物件，离不得法怎么拄着俗的物件，拄着伊的精华物件，总是你家己的物件，总是你家己的物件。啊，你家己的物件，你已经总入来，你已经得到伊佛陀内底精华。精华，这个精华这可以说吗？这可以说吗？这个物件不可以说。就说了，我假设我这个食地菜，伊食地菜有了后，已经食19年了，已经食到我这昆地，这昆地迄个呐，这啥？但这个天天下大了后，是因为这个49年的地师傅，因为伊下大种精华的，就是发现，伊精华叫发现嘛。但是这个精华发现当中，伊下大了后，或者是代表伊所有伊真正这49年的这个地师傅的经验，但代表伊精华吗？不可能，只不可能，因为伊言不相关，因为伊下传物件，就已经是文章啊，不是家己的物件。伊下传就是个物件，但10多年物件来这当中，你只能去问一个方法，你感觉伊的意境较悬，但是叫伊意境较悬，伊那个方法，咱必须要19年以前过。因为49年行过哦，49年哦，你嘛是能消不尽。但是问题你看了，伊49年生活问题看了，但是你讲是会当代表着伊49年生活的，不可以。所以讲，你要去参悟、想哦，参悟。我告诉你产物这工业主义，啊，所以如来所见法，如来所见的法，这个法是真法，无实。如来所见的法无实哦，如来所见的法无实哦，这工业主义你干嘛看？明显啊怪，无一个实，无有一个有。无有一个贪，这是一个工具主义。实在有一个心嘛，无实，你若讲有一个实就是有嘛，有一个物件你来对嘛，无实即就是讲空嘛。现在咧，如来所见的这个法，无一个有，甲无一个空。安尼讲听有意思，有啦吼，咱讲的，就是叫做这个有。那要甲这有这个叫做俗，那叫做俗的，俗地。这个空就是空地。啊，这是中道第一地。这两个讲，如来所说的法，你无这里有，跟无这里空，这个空有不二。空在空中，有在空中，所以叫色空不二嘛。很想讲叫色空不二嘛。色就是有嘛，色就是有嘛，空的空嘛无嘛。色空不二，但是断万言做这个就是中国这点。万言做这万言，我这里万言是直接空性影响啊。色空不二，断万言；受空不二，这个受空不二，心若静是空性影响啊。想空不二，处空这是空性影响啊。行空不二，关注在空性影响啊。二来呢，事空不二，就见如来是空性影响，这个也见如来嘛。哦，啊，这里就是呢，
这个色嘛，这个空嘛。如来所说法，无色无空，啊，这是讲什么呀？所以色在空中，空在色中。哦，这个空的话，这个它一切思想不知道，因为一切思想中，因你不懂的就叫你，叫色空无。啊，有前提，咱起码，咱的重点是啥啊？看对象啊，听对象。咱的重点就是我去叫你。哦，做这个生啦，生心啦，生心啦。哦，咱生什么心？咱生好心啦，咱生好心啦。咱无用生清净心啦。没有没有。咱不得，因为用色空无哦，你识了，啊，你识了，伊用这识了，伊用这个语言来识了，就用这语言来识了。跟在过程当中，他当下，他一个讲法来这当中，他要是色空无，因为一个讲法来当中，伊说法中来这，伊无有一个，我讲中心的，无有一个中心的什么说法，伊当下即空。伊缘起性空，伊观机受教，哦，伊观机受教，伊观那个机受了，伊马上缘起性空的物件，缘成是空这个物件嘛，色嘛，空嘛，缘成空这个物件，因缘所生法的空这个物件嘛，所以缘起性空嘛，它就是不二的道理。你们在那到这个物件，中华经济这个物件。啊，不然咱到这里面啦。路人说这话粗啊，是无是是跟无为。你叫我如何说？这基本上是讲，我来讲的是，有名人是到底是讲，我来讲的空气的到底是空跟是理解。然后，顺他来说，缘起性空，性空如何说？性空如何说？那过去前几年都有，我摕听人家，啊我放空了，放空，哦，啊查看再来讲，哦安尼这样，啊无听不得伊，都是莲花微笑，伊都是莲花微笑，伊是莲花微笑，这叫做印心嘛，心机是印心嘛，啊这印心内底有酸无？印心内底有酸无？印心内底无酸，印心内底无酸。也印证你如是我亦如是，你亦如是我亦如是，安尼样的这个，我咧讲最他妈听无，啊讲好正走好地去，啊讲好正跑路去，哦啊讲转个傻，你就当时咱什么人？哦，咱真受，我就讲你这手起来，哦，来当这情况怎么做事法，听着做事好忙，对不对？我人做，我人家是，我是家，哦，是家几年，就是，哦，这靠手机嘛。啊，我哪是家？平时说的我听说为，啊，我是要家咋唔家？啊，你家到家唔家？啊，人家不说唔知我听我对，大人。所以这个一定你这个理念化是你想不出所以来，这个是一定啊，这个是一定是别人这样，这个有物件有东西嘛，有词嘛，有这个东西嘛，有这个物件你来这样，啊，所以物件一定看这物件来这当中真正同样不列手里有这个物件来这当中，比较多的是物件，这让出的一个南方的是物件。你个不言见性，你讲唔会，不讲唔会，你当然就几乎讲唔完，讲唔来。如是佛的啊，基本上，这佛的实际跟他是规定见规定，跟他是规定见，不是现在来这当中，因为言不合关，心里面的
但是咱今日咱打做会，先啊，像看见来慢慢，这2天发生这个连锁，你看吗？我是不摸就变2个，不然我什么时间？那一样的一，啊，这少少这股的记忆，按你后边就较短起来。啊，第这股题目嘛是因为我六做年，所以啦跳半途，啊无意义啊，所以今日咱是怎样了解？证明诶文字经典是互咱跳，互咱做卡放咧跳，伊爱注意这个方面。哦，证明伊个道理啊，证明经典就是互咱做卡放咧跳。你一本摕起来，干嘛是你若去家己多上文物件，安尼无好，那是啊，安尼无好，现在讲，因为你读本语尔嘛，就跟那款式讲做呐，你这些，你若写到这时阵，你若唔当落做，那是无好，我那是来写经典。啊，这摕经典，或者你读这个经典，你若无经典，家己听我物件，你若经典的经典的物件，要说讲经典的物件，你讲的问题，你家己无所得。所以人其实证明，咱过去六做语言，咱是少少真正迄句话咧在教育。有听咱教育的，而且咱教育，这个感悟啊。啊，你今日而家后边，咱今日而家讲物件，咱后边是花针尖，也是回成尖尖。为什么咧？咱大个在讲，你安怎讲咱大个迄个啥？即跳法。我咱大个看到这物件，伊安怎讲？你讲的这物件是这个跳法。啊，跳完了咱有所得嘛？你今日讲句话，你家己有所得着。哦，迄句话吼，你不虚实。不虚实现啊！平常无出现啊，咧讲啊，搞袂晒，伊搞在做啊，啊，所以现在咱是怎么了解？所以咱讲，如来所说的法，无实无虚，处境法无实无虚，这不要了解。它是空有不二的道体，哦，这个色空不二的道体，正合体的空色空不二的道体。出发因我去解释，哦，我这个物件，我这个物件，唔是这个物件，我唔是这个卡，唔是这个物件，我唔是因空了物件。哦，这个物件来讲，没安怎达到色空不二。这多简单看的就是缘起的东西，缘起的物件，缘起的物件，你看这个物件，你要用清净心看这个东西，因为你所有东西。这个如来发小，这个清净发小。如来总结的佛法，这个发现物件，这物件所画出来的物件，拢总是众生。你来总结清净，这个发现物件，讲起的物件来，拢总是做清净。当今你这条路的时候，你来清净出，你就无感觉清净做好了。清净当中，咱就听我话听，对不对？这感受的那个奥义啊，吼，这感受那个。这雨声啊吼，你刚讲迄个，迄个是音声。当你心情来嘛，就是你路啊，基本上拢安标，吼，你是变成喜爱的声，吼，哀怨的声，吼，无奈的声，真正呢，你迄心情听着外口迄个物件，感受着的声，你无真正。啊，毋是讲去落雨啊，毋是讲去落雨啊，啊，问题对不对？问题出现这声。安尼叫元气啊，哦，所以元气之后，如来说这法，如来说这法，这个法就是这个元气，因为伊无元气，才无元气。但是咱今日去看，你后个人讲这个代志，个人精神无相像，个人精神无相像，现在个人精神无相，我当然啊，